大家食咗飯未呢？食咗啦，係啦。咁啊，大家係咪應該仲有一個飢渴嘅心靈咧？去一陣預備我哋一陣聽到啊！大家期唔期待啊？都好期待啊！我都好期待。咁啊，好開心同大家一齊開始之前，我哋一齊有敬拜啦。咁讓我哋開始之前咧，讓我哋一齊祈禱好嘛？天父，我哋多謝你，今天你讓我哋參加呢個你為我哋所預備嘅豐盛嘅筵席。求你預備我哋每一個人嘅心，讓我哋向你嘅傳言嚟到敞開。願你親自向我哋每一個說話。主，我哋要多謝你，因為你創造萬有，因為你嘅創造，而我哋今天得蒙你嘅恩典，成為你嘅兒女。我哋獻上感謝，願你親自拖帶引領我哋每一個。多謝你垂聽我哋祈禱，阿門。弟兄姊妹，我邀請你，不如我哋一齊起身，一齊敬拜我哋嘅上帝，因你榮耀。誰以雙手開創萬有？誰以恩典掌控宇宙？誰會甘心走上十架？流血捨身將我拯救，高舉基督我主。滿是榮耀和真理，誰以雙手？誰以雙手開創萬有？誰以恩典掌控宇宙？誰會甘心走上十架？流血捨身將我拯救，高舉基督我主，滿是榮耀和真理，頌讚基督大愛彰顯。唯獨你信實未曾改變，上帝恩典賜生命與冠冕，因你榮耀，我的心為你奉獻。榮美君尊也屬你，榮美君尊都也屬你，崇拜歌聲響遍這地，無數天軍天使下拜。同去宣稱尊貴的你，高舉基督我主，滿是榮耀和真理。我哋一齊去頌讚我哋主耶穌，頌讚基督大愛彰顯，唯獨你信實未曾改變，上帝恩典賜生命與冠冕，因你榮耀，我的心中
未曾改變，上帝恩典應生命與冠冕，因你榮耀，我的心為你奉獻。主多謝你，因為你嘅榮耀，你賜予我哋生命同埋冠冕。上帝，你係公義嘅，你嘅典章係正直嘅，你所頒布嘅法度係極公義同埋極其可靠。我哋多謝你。我哋一齊拍手。向你唱出愛的歌，向你獻上一切。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你是世界之最。向你唱出愛的歌，向你獻上一切。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你是世界之最。最近靠向你愛是最遠，與誰在分開，最看透，最了解我脆弱。神是可靠，晝夜也能依靠，常在我身邊，你愛中管教，吸引我。你慈愛跑向你，紅海也分開。神是可靠，晝夜也能依靠，常在我身邊，你愛中管教，吸引我。而你慈愛跑向你，紅海也分開，更要認識你。向你唱出愛的歌，向你獻上一切。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你是世界之最。向你唱出愛的歌，向你唱出愛的歌，向你獻上一切。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你是世界之最。最近靠向你愛是最遠，與最暫分開，最看透，最了解我脆弱。神是可靠，晝夜也能依靠，常在我身邊，你愛中管教，吸引我。而你慈愛跑向你，紅海也分開。神是可靠，晝夜也能依靠，常在我身邊，你愛中管教，吸引我。而你慈愛跑向你，紅海也分開。神是可靠，晝夜也能依靠，常在我身邊，你愛中管教，吸引我。而你慈愛跑向你，紅海也分開。神是可靠，晝夜也能依靠，常在我身邊，你愛中管教，吸引我。而你慈愛跑向你，紅海也分開，更要認識你。上帝，我多謝你，因為你係嗰位可靠嘅上帝，每晝每夜我哋都要去倚靠你，因為你嘅慈愛。你絕冇離開過我哋，當我哋有得罪你嘅時候，有你嘅管教，以你嘅慈愛晝夜守護我哋，去多謝你。再讓我哋用我哋歌聲獻情俾你，願你悅納，因為你係可靠，晝夜都能依靠嗰位上帝。神是可靠，晝夜也能依靠，常在我身邊，你愛中管教，吸引我。而你慈愛跑向你，紅海也分開。神是可靠，晝夜也能依靠，常在
我身邊你愛充滿着，吸引我以你慈愛跑向你，紅海也不開，神是可靠，晝夜也能依靠，常在我身邊你愛充滿着，吸引我以你慈愛跑向你，紅海也不開，神是可靠，晝夜也能依靠，常在我身邊你愛充滿着，吸引我以你慈愛跑向你，紅海也不開，更要認識你。主，我多謝你，與我哋俾最大嘅掌聲。主，你話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個事務都有定時。神創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恆放在世人嘅心裏。然而神從始至終嘅作為，人不能測透。但我知道，人除咗終身喜樂納福，係冇一件幸福嘅事。上帝啊，在你看來，千年就如已過嘅昨日，又如夜間嘅一更。人生高低得失總有時，就像喜樂有時，哀慟有時，如何看透這萬物意思？尋覓裏，陶造裏，是你給我意義，在你千年如已過的昨日，猶如夜間的一剎，勞苦經qua，活到70-80歲，成功如塵土，轉眼逝去。當我迷途失望似氣過，但你仍然記得我。曠野孤單險境困憂，幸有耶穌在我心頭，教我忘記背後，重拾力氣，振翅再高飛，因你無條件接納我，今我再也不枉過。創世的光如詩如歌，應許人生由愛領航，聖靈猶如鴿子般牽引我。係我哋一生嘅年日，有嘅可能70歲，若是強壯嘅可到80歲，但我哋所經跨嘅不過都係勞苦受煩，轉眼即逝。主啊，求你就係幫助我哋喺我哋喺在世有限嘅年日嘅裏邊，我哋願意警醒。我哋知道我哋唔係要靠咩誇口，唔係靠我哋嘅成功嘅經驗，唔係靠我哋有幾咁有能力。啊，你就係我哋主宰嘅我哋嗰位上帝。過往我哋可能有好多面對好多嘅離別，或者而家我哋
可能我哋人生嘅裏邊，可能去到一個地步，我哋嘅家人可能生命有軟弱，我哋有好多嘢我哋要受煩。主啊，求你就係幫助我哋，都將呢一啲纏繞我哋去面見你嘅事，我哋日日都交俾你。願你安慰我哋嘅心，因為我哋知道你時刻嘅與我哋同在，你係賜予我哋力量嘅嗰位。主，我哋多謝你。人生高低得失總有時，就像喜樂有時，哀慟有時，如何看透這萬物意思？尋覓裏，陶造裏，是你給我意義，在你千年如已過的昨日，猶如夜間的一剎，勞苦經跨，活到70-80歲，成功如塵土，轉眼逝去。當我迷途失望似氣光，但你仍然記得我。曠野孤單險境困憂，幸有耶穌在我心頭，教我忘記背後，重拾力氣，振翅再高飛。因你無條件接納我，今我再也不枉過。創世的光如詩如歌，應許人生由愛領航，聖靈猶如鴿子般牽引我，在你千年如已過的昨日，猶如夜間的一剎，勞苦經跨，活到70-80歲，成功如塵土，轉眼逝去。當我迷途失望似氣光，但你仍然記得我。曠野孤單險境困憂，幸有耶穌在我心頭，教我忘記背後，重拾力氣，振翅再高飛。因你無條件接納我，今我再也不枉過。創世的光如詩如歌，應許人生由愛領航，聖靈猶如鴿子般牽引我。創世的光如詩如歌，應許人生由愛領航，
應許，你嘅應許帶住我哋每一個，由你嘅愛成為我哋領航嘅，喺我哋人生嘅道路裏邊，願你親自嘅嚟到去帶領我哋一個，讓我哋能夠聽見你嘅微聲，讓我哋一同嚟到謙卑，忘掉過往，仰望十架嚟到跟從耶穌。過去，我忠心跟你，哪怕被破碎，也謙卑跟你，來藏在愛裏，要專一跟你，決心撇下往昔。姊妹，我哋一齊加入咯！來忘掉過去，我忠心跟你。哪怕被破碎，也謙卑跟你，來藏在愛裏，要專一跟你，決心撇下往昔的我，來忘掉過去，來忘掉過去，我忠心跟你，哪怕被破碎，也謙卑跟你來藏在愛裏，要專一跟你，決心撇下往昔的我。世界在背後，身家在面前，我已經決定靠我主過每天。的窄路，與我一起走過沉重十架，我不再害怕。世界在背後，世界在背後，世界在面前，我已經決定靠我主過每天，在窄的窄路，與我一起走過沉重十架，我不再害怕。但願弟兄姊妹，呢個詩歌嘅歌詞都成為我同你每一個對主嘅祈禱，一個立志，好嗎？來忘掉過去，我忠心跟你，哪怕被破碎，也謙卑跟你，來藏在愛裏，要專一跟你，永不退避，決心來忘掉過去，來忘掉過去，我忠心跟你，哪怕被破碎，也謙卑跟你，來藏在愛裏，要專一跟你，永不退避，決心跟你。世界在背後，十架在面前，我已經決定靠我主過每天，在窄的窄路，與我一起走過沉重十架，我不再害怕。世界在背後，世界在背後，十架在面前，十架在面前，我哋要決定，我已經決定靠我主過每天，在窄的窄路，與我一起走過沉重十架，我不再害怕。來忘掉過去，我忠心跟你，哪怕被破碎，也謙卑跟你，來藏在愛裏，要專一跟你，永不退避，決心跟你，永不退避，決心跟你。
你做啦，好，弟兄姊妹請坐。咁我哋跟住介紹我哋今日嘅講員就係建道神學院嘅院長蔡少琪院長，唔該晒院長。好多謝同工，多謝敬拜隊。咁啊，好開心。今日咧其實係打風嘅係嘛？咁啊點解打風都咁多人，真係好奇怪嘅。即係神嘅恩典，讓大家一齊走埋一齊。所以咧呢幾年咧，我就中意咧就同會眾互動嘅講道啊。咁就因為呢幾年都好悶悶地，大家就咁就互動下。咁啊，不如同大家講下，打風都見到你，我哋係戰友。求神向我哋説話，咁3句啊。咁啊大會嘅總標題咧就係破繭重生，如果我冇記錯啊。咁啊呢幾年咧都係好艱難，特別係19年嘅暑假到而家啦。咁唔同，無論你係點，即係咩立場、咩睇法都好咧。呢幾年香港都係好多挑戰嘅嚇。即係咁啊，我哋未必要重複呢幾年各種挑戰啊，真係好多好多挑戰。咁啊，最近一個感受咧，最慘就係未來咧，覺得可能越走越難，因為政府為例咁啊，佢似乎都好多財赤，每年都1000億財赤。咁但係咧，我個人啦嗱，應該都唔係政治敏感，我個人咧覺得喺財赤裏邊仲要投資喺北都會咧，我覺得未必係最經濟的決定嘅。我都好謹慎啊，講多啲都開始擲界㗎啦。咁啊，咁咁如果在座啲公務員咁啊，如果抌得太多錢喺嗰度咧，咁會唔會2-3年後、3-4年後公務員要減人工咧？我唔清楚啦，啲嚇。咁所以咧有個感覺就係，即係香港會唔會越嚟越擔心未來？即係話好似今日已經逆風啦，但係有感覺咧2-3年後逆風仲大，咁個感覺好沉重，即係今年已經有啲艱難。咁去食我最近都同人傾偈咧，就話咧我將去啲即係餐廳咧係好靜嘅，冇乜人坐嘅。咁最好咧就唔好貴。今日咧我喺又一城咧下晝咧就約咗一個教牧傾偈。咁個餐廳咧就去到3點咧就2-3個人包場，我哋其中2個。咁咧我對我哋傾偈係非常好嘅。咁但係我同我教牧講咧，我有啲係用廣東話係陀衰家。我發覺我去呢啲地方，中意去嘅地方就係中意靜，冇乜人，跟住過半年去執笠㗎啦。咁所以真係好艱難呢個世代啊！咁艱難到咧，就如果我喺如果識我嘅話咧，喺香港動盪高峰期咧，我就因為有啲即係憂鬱啊，即係又唔講嘢，講嘢係錯，唔知點算。咁我留咗半年鬚啊！咁就我太太就嬲我，嬲咗半年，就我因為咗即係做一個好男人，最後剃咗鬚。其實憂鬱冇走，鬚就剃咗少少嚇。咁都另一種嘅揀啊，即係話我哋呢個困局咧，唔知點突破。所以今日一個分題咧就係敢擺上，敢不同。不同唔係亂嚟嘅，不同係敢，因為神要我做 A， 我要樂觀，但係呢個世界悲觀，咁敢不同都唔容易喎，係嘛？即係世界講躺平，我哋講積極，咁呢個不同有時都唔容易㗎嘛。所以呢個神好嘅不同咧，第3個好重要係敢經歷神合。咁今日咧就頭先阿天佑傳道咧就問我會唔會呼召，我都因為我唔知你培靈會點計，咁啊諗下都呼召下啦。咁我最後咧就呼召3樣嘢，你3樣嘢答 yes 咧就完咗聚會咧，我呼召喺台前啊。第一樣咧就係你肯被神喐，即係你咁安靜啊，咁4年躺平，可以唔躺平啦，被神喐你啊！同隔籬講求神喐你即係如果答應俾神喐咧，就答應第一條條件啦。第二咧就係而家啲人咧最中意旅行，因為香港好沉悶離開呢個少少傷心地咧，就去到日本好啊、深圳好啊、台灣好啊，富貴啲就去到歐洲啊度都好咧。咁我諗其中一個突破就係求神俾我一個神逼我突破，即係唔好即係企喺一個低位裏邊。即係突破好多種嘅，唔同人有唔同突破。即係我哋而家低處未算低，好環境嚇。即係公務員前嗰排咧，就為咗水事件好煩咁樣，好多嘢煩，即係低處未算低啊！即係香港買水都咁蠢，真係唔係冇明白咁即係求神俾我哋突破，即係真係突破，真係呢個世界唔突破，香港唔突破都俾我突破心，有進取嘅心啊！第3個咧就勁啲啦，求神感動我獻身。
即係喺呢個頭先首詩歌講獻身歌喎，啊舊個 version 仲勁啊，即係呢個 version 都唔錯，但係最舊 version 仲勁啊，即係呢首歌好多時係浸禮嘅時候唱嘅，但係呢個忘記浸禮嘅時候原來咁豪嘅呢首歌你啊，咁啊即係第三日獻身啦，記得3樣嘢啊，求神喐你，再加嚟講，求神逼你突破，求神感動你獻身。你3個 say yes 咧，就得聚會後咧，我哋叫你喺前面蒙召啊。咁啊，世界真係好難啊，所以我自己對比咧，即係我自己一個詞彙咧，用個超字就強調嗰個勁難啦嚇，即係超難。但係記住啊，恩典係多過難嘅。咁不如話超難講2次，有恩典講4次好嘛？即係對比啊，超難，有恩典有第4次，你一次啊，1、2、3。超難，有恩典。嗱，呢個就係基督徒信仰。基督徒係知道超難，但係知道恩典係比難更勁，你知唔知啊？所以呢個今日經文揀咗羅馬書同呢個即係呢個破繭呢個蝴蝶都好多關係㗎。咁啊，所以係要我哋突破。呢突破係從奉獻開始嘅。其實好特別就係能突破係全是恩典。我等下講少少自己啦，就係我係徙置區長大啦，就會講多啲。回頭睇神俾我咁有機會去到世界各地唔同地方突破，戇居，大家會講見到，戇居入咗見到，又戇居做咗院長，呢啲都係神嘅主權。遲啲嘢講多啲明嘅，即係有時即係唔係自己行嘅呢條路，你明唔知啊？係好多恩典，所以回頭睇能夠突破，能夠侍奉神。我記得嗰時咧見到100週年，而家見到120幾週年㗎啦。100週年咧就訪問咗大陸一啲係經歷文革嘅老校友，即係中國時代，即係我哋叫廣西梧州時代。咁有老校友經過文革好辛苦，但係既然又有健康繼續侍奉神，佢冇晒牙，差唔多冇牙㗎啦。咁喺100週年嗰時講啦，能侍奉神係無上光榮咁啊！哇，真係講詩勁，因為佢要經歷個文革先講呢句先有感動嘅。所以如果10年後你經歷好多艱難，你仲話侍奉神係無上光榮，係最美嘅人生，哇！嗰時件事先勁嘅，而家你講唔勁嘅，你要坐下監啊，等先勁啲。即係經過嗰啲，你總講得呢句説話咁，你真係有見證氣勢啦嘛。即係保羅要坐監先有交換書信啫嘛，係嘛？所以咁樣嘅情況啊，呢個世代好動盪啦 ，uncertain 啦，真係我哋真係仲有好多唔明白。幾年前我已經被呢一句感動啊，係約書亞記下邊嘅中文字一齊讀嗎？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嚇。我哋香港停，即係經歷教會停啊，咩 Zoom 啊，香港以前係最嘈、最多嘢講、最插人的城市嘅。我哋嗰時好招積咧，就中意插下美國總統啊，插下英女王呢個咩老闆娘，又插下即係北京嘅。嗰陣時咧，香港人你之前習慣係口不擇言，即係中意插左插右。但係而家咧，我哋全部都沉默寡言，係嘛？即係其實當呢個嘅少少故事，即係話香港以前好多嘢白辣嘅香港，到而家講嘢好謹慎。香港咁細嘅位咧，其實呢條路我哋以前係咪咁㗎？我哋都未走過。咁但係另一角度就係約書亞記呢度咧，係講佢過約旦河，摩西過紅海。約書亞記呢一代冇乜經驗，但係佢嘅神係不變嘅。上一代神可以讓摩西過紅海，呢一代可唔可以讓約書亞記嘅人過約旦河啊？上一代有紅海嘅神蹟，呢一代可唔可以有約旦河嘅神蹟啊？我同大家講，你要獻身經歷神嘅新神蹟，同大家講。口號講完咧，就要面對現實嘅。小紅書咧就笑香港係金融中心咩啊？為止啊！咁啊好多行業咧就驚 AI 啦。咁因為我以前咧都係一個香港算名校，又廣大咧，我哋嘅同班同學有19個醫生嘅。咁我因為都算叻，但係見到咁多人入醫生，我就讀咗 Civil Engineer。後來又逃學，我都唔講啦嚇。咁啊撞一啲舊同學，個個都有啲去到顧問醫生退休前後啦。
咁佢就話咧，就依家教啲後生醫生咧，教佢揀咩科啊。將來你揀啲醫生科咧，最手會用到嘅，即係例如做 surgeon 咁樣 ，AI 改唔到你嘛。你把口嗰啲科啊，隨時 AI 就換咗你做㗎啦。啊，醫生係香港其中好大嘅筍工都驚，咁香港其他唔係筍工點知啊？個 AI 嘅個浪好大啊，仲有排玩，係大家一齊玩啊！咁啊，呢一代仲有一個大位就係recession and depression， 即係世界經濟喺度一路向緊下滑，唔係淨係香港喎，係嘛？大陸經濟差唔差？好多地方都差喎。移民去加拿大嗰差唔差？又差喎。英國差唔差？又差喎。德國驚唔驚大陸嘅電車啊？又差喎。咁啊真係，所以一齊差嘅其實嚇。所以度度都面對呢個recession and 咩啊 depression 啊，即係都唔容易，真係唔容易。咁香港又面對即係財赤啊，其他艱難唔講啦。講香港好敏感而家。咁我諗下自己細個，我細個係黃大仙仔自己長大。當代咧就係窮到係冇得揀。咁當代一句説話咧喺當代好紅嘅，鬼叫你窮啊！跟住啊，頂硬上同教下啲後生仔講一次，鬼叫你窮啊！頂硬上，當代冇得揀嘅，即係冇得唔努力啊！唔努力就玩完。但係呢一代咧，我試過同啲年青人傾偈啊，你哋嗰代獅子蝦生下嗰個味道咧，就以為奮鬥就有成長啊！但係我哋奮鬥2年就俾公司炒出嚟，所以你奮鬥冇意義。有部分後生仔覺得奮鬥冇意義，知嘛？即係所以呢個大陸字眼係咩字啊？躺平啊，即係即係咁躺平都有道理嘅。知唔知咩道理咧？我問嗰大陸一啲人講啊，即係話如果你係一胎化嘅細路仔，即係一個家庭得一個細路仔嘅，如果父母中產，你奶奶又中產咧，即係嗰啲嫲嫲中產咧，即係話咧。隨時你呢個普通嘅中產家庭咧，你乜都唔做咧，你有3棟樓等緊你。祖父母嗰棟樓、外祖父嗰棟樓、父母嗰棟樓，出邊咧賺4000蚊做996嘅大陸叫咩？即係做殘嘅。咁呢度咧翻屋企陪下父母，間中同佢睇病，等佢平安地去到某個地方。咁已經嘅富貴啊！咁個人生咪喜樂啲咯，係咪？所以躺平有智慧嘅，唔係完全冇智慧㗎，即係有啲即係合理當代邏輯㗎。所以咧，我再睇到大陸咧有2句説話，一個叫全職兒女，即係我去北京最近去北京少去啦，咁去北京探一個姊妹40幾歲，佢話咧佢父母係啲共產黨某個 level 嘅退休金2萬幾。咁我出邊好而家即係裁員到痹，即係做到盡先9000蚊。咁我屋企咧，我陪阿媽睇下病，間中佢煮，間中我煮。阿媽咧喺2萬幾抽7000蚊俾我，咁我又唔使租樓，咪佢贏我贏咯。佢話咧，如果去京東，咪京東定京乜咧，即係京東係嘛？即係揾啲嗰啲咩保姆咧，成1萬蚊嘅，仲係呃錢嘅。咁我7000蚊做一個乖女。係雙贏，所以呢個就出咗個全職女兒嗰啲人。但係最近仲聽仲勁啲，因為我而家青年失業，咁叫做全職乖孫。阿孫啊，你唔好出去揾工，隨時做呢啲呃你嘅工，叫你先科10萬先揾工，結果你蝕咗錢。最安全喺屋企幫阿爺爺睇病，咁咧就俾5000蚊你，咁好過你出去做企堂，你明唔明啊？咁呢個係正面定係悲劇啊？都係啲悲嘅，即係啱啱大學畢業就做全職乖孫，咁樣佢人生係咪一定好喜樂咧？嗱，呢個世代就唔淨係香港難，係一個好大時代嘅艱難。咁啊，最近咧我有個突破，因為喺社運時間咧，咁香港人咧就對 download 任何大陸嘅軟件都有啲懼怕嘅。咁咧就因為最近咧，我想探翻大陸嘅式嘅教牧等等。咁啊就發覺咧，就如果要搭高鐵咧，都原來 download 一個叫12306，我嘅係背到啦。原來12306，中國鐵路12306係一個大 software 嚟嘅，就係撳嗰啲咁樣啊。咁我就最近試咗一次咧，就由廣州翻到去西九，原來咧係即係1個鐘頭唔使喎。咁我試過一次咧，就喺
即係廣州去到西九，快步去到九龍站，跟住快步去到搭車去到香港站，衝到去建道嘅中環長洲嘅碼頭1個半鐘頭。咁你真係1小時工作圈喎，真係唔係真嘅，真係真嘅，即係大陸某啲嘢真係真嘅。咁我覺得我其中一個突破就係死吧 download 多幾個軟件，所以我試過支付寶搭的士已經係突破啦，對我嚟講。你知啊？即係我曾經有啲掙扎，而家就豁出去呢個破繭重生。我年青嘅時候，1984年港大畢業，後來做咗5、6年嘅 China Trade。嗰時候呢個廣州嘅中國大酒店係當代最繁榮其中一個酒店嘅。講緊40年前即係唔係而家咁嗰時咧就有機會去到廣州出差咧，就專登要 book 呢間酒店，跟住遊下個泳池啊咁，因為講幾廿年前啫。咁我因為幾廿年，即係好多年冇去廣州呢類啦，咁所以前個禮拜咧就專登又啱冇講到就去一次。咁咧我就呢個張台咧係6人台嚟嘅，1個人坐包台，有個少少嘅阿姐咧就係咁樣幫我斟茶。咁我使100蚊咧就用2個幾鐘頭。攞住 iPad， 用咗 WiFi 睇咗個大陸劇，跟住咧就100蚊做咗豪客。香港嘅茶餐廳100蚊咧後邊好嘈嘅，呢係酒店大廳有個侍應招呼我，所以而家有啲人話咧翻大陸啲北上咧叫做偽中產，即係人工咧就係香港中下產，上到就變咗中產，你明唔明啊？所以呢個就係現實，即係話我哋點樣再認識中國，即係我哋被逼嘅。如果你一係就去英國啦，大家坐喺度都多數唔係去英國噶啦嘛，係嘛？即係或者去邊度啦？如果留喺香港，中國呢個題目你冇得走，即係無論上唔上北上都好，或者工作好，你要面對呢個中國。咁我去到廣州天河咧，就去個 Apple Store 玩下呢個 Vision Pro 啊，玩過未？有幾人試過呢個眼睛㗎？我煙過你，竟然我煙過你，真係我頭髮白㗎啦，即係我都好煙㗎啦。咁我去一間咖啡室咧，就叫咖啡，唔好意思整倒瀉個咖啡。咁個侍應咧即係嚟抹啦，我哋做牧師好尷尬，雖然佢唔知我牧師咧，但係覺得好尷尬。我倒瀉個咖啡又整污糟，佢就幫佢抹。咁話不如我抹翻杯啦咁樣。佢話唔使你買，送多杯俾你。哇，咁好啊真係。跟住一路抹咗咖啡，咁一路我送咗杯嘢俾佢。佢送咗杯俾我，咁我就其實唔識玩嗰啲美團嗰啲評語啊，但係我原來打錯一個字，唔好理㗎啦。咁我夾硬都係好似乜嘢幫唔到佢，我咪喺個美團名語讚佢啦，佢哋好禮貌乜你知啊？我係第一次學習美團嗰啲咩評語咁我都算係突破㗎啦，係咪啊？咁所以我覺得真係佢哋真係都呢啲都係即係小女士，即係都似乎廿鬆啲歲，有啲我知係廣西嚟都唔奇嘅。咁但係佢哋都喺佢哋好艱難嘅半基層嘅工作裏邊，對我呢個白髮蒼蒼嘅客人咧，我覺得佢都係服侍態度係唔錯嘅，咩意思啊？所以我諗我哋再一次用平常心、耶穌嘅心腸進入咗香港、中國得唔得咧？定係我哋仲係有？即係呢幾年嘅包袱咧，你明唔明意思啊？所以我哋好多嘢可以學，好突破嘅。咁呢個時局真係仍然好多困局啦，又有好多無奈嘅。但聖經裏邊咧叫我哋突破，特別今日重點用羅馬書咧係叫我哋無論高唔高興都要突破。其實羅馬書仲有個背景，大家唔明嘅就係因為你冇睇清楚保羅歷史。保羅寫完羅馬書後咧，就帶住捐款去到耶路撒冷捐款，記得？請問保羅帶捐款耶路撒冷最後結果點啊？記唔記得？使徒行傳係坐監咩啊？喺該撒利亞坐監咗幾耐啊？2年，跟住坐船去羅馬，仲要經歷咩啊？沉船係嘛？即係沉船之後，仲要經歷上岸俾咩啊？毒蛇咬，共再坐去羅馬坐船，再沉船2年。所以講羅馬書咧，就要預咗咧，講完之後咧要坐監4年，即係要沉船一次，被毒蛇咬一次。我同隔離講，希望你經歷羅馬書。
所以你冇識經啦，就係識經就係呢個 context 咁羅馬書就係12章就係咁啦，即係你以為呢個即係心意更新好容易即係呢個突破好容易即係要預咗坐4年監，咁解講希望你領受咁坐4年監，咁沉船，俾毒蛇咬，繼續突破好唔好？所以保羅講嘅突破其實冇應許天色常藍，上一代有啲詩歌係嘛？神沒有曾應許咩呢啲歌咧，年青人未唱過嘅我成日發覺有年青人啲大家啲飲歌唔同嘅即係我哋以前唱神冇應許天色常藍，你明唔明啊？呢個邏輯我入咗腦，但係年青嗰代咧未必唱呢類詩歌，明唔明啊？所以神嘅突破係未必順境嘅。我哋讀今日重要嘅經文，我哋讀2節，一齊讀吧。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侍奉，乃是理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呢個經文好出名咧，就係第一就係11章都係講緊即係救恩或者因信稱義真理等等啦。12章用咗所以，即係話從真理去到應用，第一個應用就要獻身，即係當作咩活祭嚇。所以我哋想經歷神，第一個就係獻身。所以記得喺3個求神喐你，求神俾你突破。第十希望神感動你獻身冇獻身就冇突破其實咁蝴蝶都係蝴蝶經有啲破繭，今日你嘅主題啦。所以突破咧有2個講法，一個講法係神要我突破，哇樣樣突破好辛苦。但係另一個講法咧就係，竟然我呢個咁普通嘅人，因為信神，因為跟從神，可以泛突破喎。我咧自細咧數學都好叻嘅。但係我升中試，大家有啲係升中試時代嘅嘛，有啲冇升中試嘅記得，有啲升中試舉手，某年紀先至有升中試嘅嘛我升中試咧數學係1嘅但係中文係好多 number 嘅，唔好講啦。所以我冇諗過咁多中文嘅，即係我英文學校我喺英皇讀，後來神嘅主員做咗傳道人咧，就英文就好少講，中文一大堆，你明唔明就即係寫文章都中文一大堆，所以咧冇諗過呢個突破嘅。所以神嘅主權好奇怪咧，就係神讓我自己係以前數學即係打波多，即係説話唔係好多嘅。咁而家就即係打波就打唔到，數學就頓咗，講嘢就被逼要講多啲所以神俾你突破係恩典，同佢講神俾你突破係奇妙恩典，同佢講更新而變化呢兩個字咧，係原文咧就係變形嘅意思，即係讀過science 一個出名字 metamorphosis， 聽過呢個變形就係呢個字啦。更新咧就係希臘文叫 ana， 即係當另一字kainos 一齊讀嘛 anakainos， 一個就係各自有新鮮。即係飯都有新鮮嘅氣息，係咪有朝氣所以咧記得咧就係白髮蒼蒼都可以有朝氣嘅，只要你肯學，係咪先？我都有朝氣㗎，我學咗個12603唔記得咗啦，306係136即係唔知個意思，即係我都 download 咗個啦。請大家背背諗下先，冇記我記咗。12306係好，問大家啦，誠實啲我講12306之前未聽過舉手我勁過你你明唔明啫？即係我唔即係你以為你好勁，其實我都咁鈍都勁過你，你明唔明意思即係就係你以為好識，其實你有啲嘢唔識，你明唔明？我啱啱識咗2個禮拜啫明唔明意思所以其實咧，你白髮蒼蒼又有學嘢噶嘛？至少我識1、2咩3你明唔明先咁但係神嘅聖經佢所變咧，就要咁講，讀呢三段字嘛。每天都要變咩向好變，
我哋唔係向壞變係嘛？即係一天生命一天新似咩啊？一天啊嘛。所以林後就話：你裏邊嘅生命卻一天咩啊？新似一天啊！即係我哋嘅生命係有一度不斷向美麗走。呢段經文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詞彙，紅色字喺度嘛，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嗱，呢個字咧，中文有時咧就冇咗所謂係單數定眾數。英文呢個佢強調 your bodies 叫咩啊？跟住咧 a 咩啊 living sacrifice 咩意思咧？佢唔係講我單打獨鬥，係我哋全部人。當住今日聚會嘅全部人啦，都有100-200人到啦。我哋全部人都係變成一個活祭，咩意思咧？舉例啊，呢次移民去英國咧，有啲家庭開心嘅，有啲家庭咧就係個大女去到唔適應，細仔好開心；有啲個太太開心，個老公唔開心，明我意思啊？舉例，如果當呢個英國移民潮喺香港都一樣啦，如果一個家庭4個人，2個超開心，2個成日想自殺，請問呢個家庭開唔開心啊？唔開心啊！所以咧，教會要復興咧，就唔可以呢邊就想復興，呢邊想自殺，咁你教會唔開心㗎嘛？係嘛？咁同家人講，你唔突破，我唔開心，教會唔開心，一齊突破啊嘛！教會係嘛？一個突破冇用嘅喎，真係係嘛？一個少咗一齊突破先係嘛？所以所有身體嗱，原文係咁啊！你們所有嘅身體當作咩啊？一個活祭啊嘛！嗱，呢個就中文就冇呢個味道，所以教會一個行好難。嗱，成一堆人行就勁啦。浸會咧，有啲浸會咧就執事比較謙卑啲嘅，有啲浸會執事比較唔好講啦。咁如果成班執事都突破咧，先喐到噶嘛。即係如果你話弟兄姊妹好熱心，個執事左轉右轉，咁咪就唔喐啦，係嘛？你明唔明先啊？所以教會嘅發展咧就係成班當作活祭咁。所以某程度上呢段經文講到活祭咧，真係唔係講緊傳道人，係每一個基督徒、每個信徒係嘛？每一個人得因信稱義後就要心意更新，要奉獻，要當作活祭。喺浸會大咧就成日講句信徒咩啊？皆祭司嚇，咩意思啊？個個起嚟侍奉啦，個個奉獻啦，係嘛？同學講，你係咪浸會信徒？係咪願意侍奉？一生侍奉神？係，等下行出嚟啊！我哋侍奉神，聖經話咧，我哋已經係主嘅人。加太書名句嘛，紅色字嘛，現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嚇。聖經再強調呢種嘅奉獻係咪乃是咩啊？理所當然的。希臘文嘅字好特別咧，同英文接近嘅就 logical， 合情合理。你生命係耶穌基督死去救贖我哋，我哋已經冇咗老我啦，我哋係迎接永生噶啦，地上係寄居噶啦，喺度戇居咧，最後天家都俾人罰2句噶啦。咁點解唔一齊行個天家嘅路，走榮耀主侍奉嘅路咧？信徒皆祭司，啲祭司都唔夠勁啊！彼得前書講個信徒皆司係君尊祭司係嘛？咩君尊祭司啊？香港上一代咧啲律師叫勁嗰律師叫咩律師啊？上一代叫皇家御用大律師啊嘛！你同隔離講，你係皇家御用大祭司。君尊喎，kingly 嘅喎，皇家祭司嚟噶嘛，所以神俾我哋係好高級榮耀嘅，即係所以我哋就呢個高級榮耀嘅祭司，就係高級榮耀去侍奉神啦。呢幾年都係好 sad 嘅，呢句説話咧我都講咗好多次嘅。我讀到呢個摩西講到荒年嘅經文，一齊就話：現在這地。5-6年前咧已經覺得香港好大浪，嗰時咧有啲教會我喺教會講到咧 call 呢句，即係話咧仲有5年艱難期。點知而家再講咧，
好似呢句都仲緊靈驗，仲有5年假期。我最驚咧5年後都可以講呢句，仲有呢句，哇！真係呢個加勒期真係漫長，你咪知啊？即係諗住5年前講過一次，5年後今日唔使講啦。原來今日再讀都幾啱聽嘅喎。我最驚係10年後仲可以啱聽。所以即係啱唔啱聽唔緊要啦。即係聖經講嘅突破喜樂咧，腓立比書講嘅喜樂係咩書卷寫㗎？監獄咩啊？書信啊嘛。你靠主咩啊？常常喜樂。呢個咩人寫㗎？係坐監人寫㗎嘛？係咪啊？即係坐監可唔可以喜樂啊？坐監可以喜樂。咁香港憂鬱期可唔可以喜樂啊？靠主常常喜樂，同佢講，唔準唔喜樂。咁就呢個氣勢啊嘛。即係話唔係話順境先講呢句，其實越逆境先講呢句啊嘛。教會分裂嘅時候就講合一啦嘛，所以記得教講咩道理咧，反轉聽就先明噶啦。N 年前教會成日講合一，因為教師嚟做避啊嘛。咁而家點解要喜樂？個唔開心啊？係咪啊？咁啊靠住喜樂，所以教主係一個命令，即係話咧，你冇得唔喜樂，因為你嘅唔喜樂去，你跟世界走嘛。世界唔喜樂，你跟住世界躺平，你躺平。叫突破啊嘛，叫你獻身啊嘛，叫喜樂啊嘛。你問隔離你跟世界走，你跟神走先。唉，真係慘。嗱，見到咧，其實都係類似嘅題目，喺本來原喺大陸嘅政變改變就執咗笠，搬嚟香港。咁啊，見到上2年嘅口號叫1899使命不朽，係提我哋學生。呢個見道故事係經歷過好多代，經過戰亂，經過1戰、2戰，軍閥割據，文革。但係神嘅恩典有冇離開佢啊？同樣神冇離開我哋教會啊嘛，係嘛？咩啊？今年我哋嘅題目係十架震撼超大代價。耶穌咁大震撼嘅提我哋好重要嘅，好多道理，不過夠簡單講幾個道理。耶穌用十架證明神嘅愛啊嘛。咁啊，我最近中意一個口頭禪就講，同大家講，神超愛你。十架就咁啦。即係李家超愛唔愛你，我唔知道，唔重要嘅其實。記住神超愛你，係嘛？第二係咩咧？十字架講係我哋本來係罪嘅罪犯，竟然可以成為榮耀嘅兒女，成為榮耀嘅僕人，即係話不可能變成咩啊？可能。第二個好重要，神超勁，我教講。第三個係咩咧？神嘅主權本來好似詩歌嘅一樣嘛，神自己拯救世界得啦，使乜用我哋啫？但係神喜悅用我呢班小人物嘛，所以第三好重要，神要用你，唔准縮，我教講。好，呢4句加埋同大家講，神超愛你。神超勁，神要用你，唔准縮。呢個就係聖經神學啦。見到一個出名嘅口號叫開荒吃苦火熱，其實見到人都係有缺點。我自己嗰條流蘇一樣啫嘛。最後人生嘅壓力，你就開荒吃苦埋怨，開荒吃苦灰心，開荒吃苦放棄。你有冇經歷呢啲階段啊？所以開荒吃苦仲可以火熱咧，就係神蹟嚟嘅。我同佢講，你要開荒吃苦火熱，因為神有神蹟俾你。同大家講，所以因為有神嘅恩典，有使命，有異象，因為神俾我哋有愛心嘅感動。我哋先去突破啫嘛，因為神喺6、4嘅時感動我去侍奉中國。喺我讀 PhD 嘅時候喺美國咧，啱啱學打字，嗰時我哋揀咗用羅馬拼音打字。1993年到周4，我用羅馬拼音打30幾年字，所以我拼音有走音，但係基本都準7成嘅。即係羅馬就 LUO，
媽就 MA 呢啲我算背得好熟噶啦，你明唔明啊？但係平常去入咧就好廣東腔，唔係廣東拼音亂地，你明唔明啊？明唔明啊？即係至少我個人為咗呢個異象，不知不覺有咗少少嘅努力，你明唔明啊？明啊？所以今次我再廣州傾偈，哇！啲人話啊，呢個先生，你啲普通話不錯啊，香港那批很多很差，你不錯，明唔明啊？咁就因為異象推到自己有進步喎，啊！想大家你想服侍中國，你啲普通話快啲進步咁啊！嗱，我細個係真係試下黃大仙長大，如果大家睇啲相仲認到咧，就某年紀㗎啦。我呢度講一兩個例子算啦嚇。我細個嗰時咧就有一次好深刻嘅，就係我爸爸比較錫我，因為我都係讀書比較叻，所以我親兄弟姊妹排第6咧，佢俾得多啲零用錢我嘅。咁有一次咧，嗰時我哋買汽水咧就係大樽可樂3毫子，但係你記得3毫子可樂係冇年紀㗎，好耐㗎啦。細樽2毫子。咁我屋企對面咧就係嗰個士多鋪嘅。咁有一次好熱嘅夏天咧，咁就我去對面買支3毫子可樂。咁就諗住慢慢飲啦，即係冰凍可樂。當時買得好高興㗎。點知咧，我屋企親弟姊妹咧，啲人咧佢冇零用錢嘅兄弟姊妹咧，就見我有可樂咧，飲一啖咧就攞咗樽去自己飲一啖。跟住傳咗7個之後咧，就叫我還樽。嗰時候我好興嘅真係，但係我不嬲都興出嚟咧唔嬲嘅，即係好少爆粗嘅，即係所以扮興就唔講嘢。咁嗰時真係啲興嘅，即係話。喂，你又考試冇咁高分，你爸爸冇俾啲零用錢你，咁你我嘅嘛，咁你飲咗我嘅嘛，咁過咗幾十年啦，我一個4家姐咧就10幾20年前就 cancer 過身，咁我大家姐3姐移民咗加拿大，我哥曾經移民喺澳洲，佢就飛。突然間有一年咧，我就諗呢個題目咧，就覺得我被感動。第一，兄弟姊妹已經不容易走埋一齊啦，明唔明啊？第二咧，原來經過 Covid 咁多嘢咧，我諗翻7個人口水尾飲一支可樂咧，係歷史一次嘅啫，此情不再。我諗翻就好感人，即係咩意思咧？中國人教就係即係喺患難裏邊雪中送炭，即係你以為最美麗嘅生命未必係順境嘅，最尾可能係逆風，明唔明先啊？神嘅恩典啊！我講好長，冇先就跳快啲啊，因為我驚太嘢。好，所以第一個基督徒嘅突破係從為神擺上開始，即係如果你為神擺上，你就有生命嘅決定。所以你不要效法這世界，係嘛？咁我最近見到嘅同工就係傳道人3個字，傳你要努力，道你要真理，人你要生命。所以同隔籬講，你3樣嘢要勤奮。有真道有榜樣啦，係嘛？如果你冇真道同榜樣嘅基督徒或者傳道人，只係敗壞嘅，係一個假道、虛道、弱道。葛培理時代咧，佢面對一個掙扎，佢個同工因為 liberal 緣故咧離開咗神，後來寫本書就 Farewell to God， 同神拜拜。咁嗰時去挑戰佢聖經權威。葛培理講一句説話，中文一齊讀吧。但我憑信接受這書，佢為主堅持呢個立場。喺講完之後咧，冇幾耐咧，佢就設立一個認信，就係我哋幾個男同事去侍奉嘅時候咧，唔好單獨見女仔，金錢管理好啲。後來咧就成為一個好重要觀念。後來又從1949年嘅洛杉磯佈道會開始，因為佢有呢個立志突破，神一路用佢。後來我睇啲相好震撼，呢個當時嘅 Times Square 係佈道會，哇，好難想像真係。呢個華爾街佈道會好難想像。當佢決定突破，神奇妙用佢。呢張好勁嘅啫嘛，哇！真係此情不再。佢係一個鄉間小子，但係當佢決定行神嘅路，請問神有冇神蹟俾佢啊？有啊，奇妙。所以喺我哋基督徒裏邊，其中一個突破就係有異象。
因為有異象，神喐我哋，改變我哋。最下邊嘅行一齊讀吧。能一生被神改變是無，即係我發覺我做牧師之後咧，就被逼要溫柔，被逼忍耐。做咗牧師咧，就被逼到處俾人批評，咁啊要擺平，咁啊學咗好多即係智慧的説話，係咪啊？即係其實係你越多艱難就越多成長。回頭睇係全是恩典。我好中意睇舊嘅版本，一齊讀呢個文理版本話：物從世，心為生，以明上帝所喜，全自然之義。其中經文裏邊咧，如果睇啲希臘文咧，佢有一個字叫 be transform， 咩意思啊？即係如果翻譯就被改變，係嘛？即係我哋嘅改變有我哋追求嘅改變，其實係神逼我哋嘅改變。我想問弟兄姊妹啊，在座有冇做組長啊？唔同崗位侍奉嘅弟兄姊妹有冇唔同崗位侍奉嘅弟兄姊妹話？問問你侍奉咗咁耐，有冇神逼你改變啊？有啊，係嘛？即係你當年做侍奉嗰時冇諗過要咁樣俾神喐嘅，俾神搖動你嘅，俾神咁改變啦。你當你侍奉10年8年之後，突然間你個人咧識講嘢得體啲啊！原來你識咗7、8個行業嘅古仔都聽到多啲啊！跟住無端端由走音嘅歌到夠膽企度領詩啊！有冇啊？呢啲都係神嘅主權嘛。被改變係好大恩典嚟嘅。所以讀到呢標題啊，能被神改變是最美的祝福啊！所以我最近對獻身嘅字好中意。我諗翻好多見道嘅校友，佢從獻身開始，10年後睇翻佢嘅改變，就因為佢肯去獻身。獻身係一個好大決定。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啲舊歌先勁啲嘅好似。我已經決定跟隨主耶穌，係嘛？因為以前嗰首歌好勁啊，仲猛啲我覺得係，即係新歌都靚嘅，唔好批評咁多啊。所以每個突破，每個神嘅要求背後係要求，但背後亦係恩典嚟嘅。我最近好默想神用嘅小人物，先至啲經文你好少讀嘅。呢度講到呢個幫保羅代筆嘅德雕，講保羅一個弟兄叫括土，英文叫 Tertius Quartus， 係咪先？如果你研究拉丁文咧，呢個就亞三亞四，西貢都就亞爾。當代咧多數係奴隸或者基層先亞一、亞二、亞三。舉例，如果你個名話我爸嗰個名叫亞一，講我妹叫亞二，講我個細佬叫亞三，咁請問你個爸爸係中文老師多啊，定係唔係中文老師多啊？你明我知啊？所以保羅身邊咧係有啲好基層甚至係奴隸背景嘅弟兄姊妹，後來被神所用。所以我當時好深嘅體會就係神嘅主權好犀利。呢啲係奴隸級嘅亞爾、亞三、亞四，竟然留低聖經裏邊成為神嘅工人。神記唔記啊？可能我你係亞爾、亞三，唔準縮被神用。聖經話，這個教導就人就係神嘅方法。一個例證啊，喺日本經歷2戰之後，喺一個窮嘅地區，有個人咧一出世9歲到就被病毒入咗腦，成世癱瘓。後來咧有機會，呢個弟兄嚟嘅，有機會信咗耶穌咧，後來用眨眼咧就作咗詩詞，被日本稱為眨眼詩人。當佢3年都癱嘅時候咧，佢想自殺，但係一個牧師戇居居咧去揾佢，帶佢信耶穌。佢後來咧用眨眼，即係讀個日文咧，即係卡基庫嘅 call 啊嘛，即係話眨一眼就卡，眨兩眼就酷咁啊！你明唔明啊？咁好難先講到幾句嘅嚇。咁佢就講話讀藍色字啊嘛，視力越來越弱。呢位牧師錫唔錫佢啊？
你肯唔肯為一個癱咗嘅細路仔牧養28年啊？有冇神嘅愛啊？有喎。呢個癱嘅人算唔算小人物啊？算喎。咁佢就作咗啲詩詞，其中一首詩詞咧，我識少日文嘅。Kalashimiyo Kalashimiyo Hondoni Arigato， 即係意思話咧，悲傷啊悲傷啊，真係多謝你，因為太悲傷，逼到我唔可以靠自己，靠耶穌基督，所以我就有突破，你知啊？所以絕境讓佢逼佢改變，絕境逼佢經歷神，絕境讓佢逼到佢經歷神嘅神蹟，亦讓佢成為神寶貴嘅見證人，明唔明啊？當時係呢個故事，呢個人物感動咗一代嘅日本人。喺建道歷史裏邊咧，有啲人咧經歷文革，呢度中間呢位女牧師咧，佢即係年青入建道，後來打仗，經歷解放，經歷批鬥，經歷文革。佢直到去到71歲先被無罪釋放。1983年74歲先開始重新去到廣西一個開荒地方重新開始牧養。佢死嘅時候係96歲，所以呢度佢開荒嘅時候係74歲，死嗰時係96歲。嗰時我認識佢呢位建道校友，佢後來教會由10幾人變咗2000人。嗰時好大感動啊！就係30幾歲畢業，神俾佢嘅侍奉機會係74歲先開始，但佢就把握個74歲嘅機遇。同佢講：你侍奉高峰期有排都未到，你都未到74。有啲人40歲想退休，黐線嘅。侍奉主係一世啊嘛，你點知神俾咗幾多生命你咧？你以為50歲發揮唔到，等到74咯。嗱，呢啲就真係叫吃苦開荒，吃苦仲有咩啊？火熱啊嘛。所以最尾突破，我已經 overrun 啦，不過唔緊要啊。最尾突破係與神同工，同埋有神嘅愛。其實呢句根本佢話讀紅色字嘛，以明上帝所喜悅，即係話你追求神嘅旨意，同埋經歷神嘅旨意。基督徒一生裏邊就係追求神嘅旨意，同埋經歷神嘅旨意。即係我自己一部分就係受教育，一部分係中國。即係後來有機會去到中國唔同地方有參與，就係因為呢個追求呢個旨意，亦經歷呢個旨意。你明唔明啊？見到好多宣教士，見到有好多世界各地嘅事工。後來因為見到故事，我可以去到紐約，去到首爾，去到倫敦，去到多倫多，去到唔同地方講道，去雪梨。因為你進入咗神嘅旨意，亦經歷佢旨意。你明我意思啊？聖經裏邊強調我哋要言行一生合一。其中一個説話就係一生堅持喺呢個奮鬥裏邊，一路住喺呢個奮鬥裏邊，一路堅持呢個奮鬥裏邊。所以神要我哋全方位奮鬥。最近默想一個提醒就係咧，我哋人生唔係為自己嘅，係為神同為人，係嘛？使我最大誡命係咩啊？愛神同埋愛人嚇。咁 Put forward 一段説話好有出名，一齊讀呢句吧。唯有當教會為他人而存在的時候，他才是真正嘅教。我同幾段一齊讀，1、2、3。
仲有一句啦，兒是一齊讀啊，兒是藉着榜樣，他的話語才能獲得份。即係話言行合一嘅見證係嘛？即係所以歷代都好寶貴嘅人都係咁講，即係我哋喺世界好混亂、好憂鬱嘅時候，係咪堅持奉獻俾神，活出一生言行合一嘅見證去永養神呢？你們所有嘅身體要當作咩啊？一個活祭，一個提醒咩啊？一個都不能少，係嘛？好，同你講，你唔前進，我唔開心，神唔開心，啊沙浸更唔開心，同細講啊！彼得後書面對逼迫嘅時候咧，世界講退，但係彼得需要一個好重要嘅字係加，一路進步一路加。你問大哥，你而家係退嘅人生定加嘅人生先？你係縮嘅人生定係加人生先？咁你係咪真係尊重聖經嘅基督徒咧嚇？嗱，試下講。大家有幾人係尊重聖經基督徒？舉高啲，咁少嘅，好似沙浸咪咁抄啊！高啲。呢句最後一個字就係愛啦。和本翻譯又要加上愛眾人的心，原文係愛呢個字啫。最後愛神愛人成為你人生嘅動力。你不是為自己而活，係為神或他人而活。要少時間跳少少啦。我用一個浸會見證就做結束，然後我呼召啦。呢個係我喺城浸撞到上一代一個好出色嘅浸會界嘅執事嘅例子嚟嘅。佢臨老咧寫一本書，個 title 都好有意思，叫蒙厚恩的人。即係回顧一生，經過戰亂好困難，能夠侍奉神係全是恩典。佢唔係基督徒，即係唔係傳道人，係一個侍奉者啫，一個執事。但仍然係類似嘅味道。佢同樣係有呢個金句一齊讀嗎？你們咩？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咁呢個人物叫黃宇光執事，佢本嚟一個大陸背景，生喺廣西梧州，長喺廣州，死喺美國。100年前左右，佢喺加州理工大學畢業。100年前喺加州理工大學畢業，算唔算叻仔啊？叻仔啊！但係畢業冇幾耐就係37嘅日本侵華時代。喺戰亂嘅時候，佢喺機場起其他運動。1950年就好似難民咁樣，即係好似而家有啲去英國，其實都有少少難民味嚇。咁去啲難民嘅時候，你估順利逆風啊？或者我父母代嚟香港會唔會都艱難啊？我屋企都住徙置區。咁我藍色字一段一齊讀嘛？好多被神用嘅人都經歷呢啲艱難時代、憂鬱嘅，即係其實憂鬱都唔好重要，即係做啲突破，求神改變我，跟住經歷神、侍奉神就經歷突破啦。咁喺呢個低谷裏邊咧，咁啱栽當時嘅城浸，咁啊，傳道人成日講信徒皆祭司要侍奉，咁咪侍奉，越侍奉越起勁咧，幾年後就按立咗執事。城浸嘅禮拜堂同埋舊嘅山頂老襯亭，見過山頂老襯亭呢個樣嘅舉手啊？見過啊？就係佢設計嘅，佢係則師。當代嘅浸會，另一個好重要人物就係城浸另一位出名嘅執事叫林子峰。佢哋呢批人咧就創立咗而家嘅浸會大學。林子峰就做咗第一任嘅校長。呢個黃宇光做咗第一任嘅董事會主席，算唔算都有對社會有貢獻啊？有貢獻啊！後來咧，因為佢即係越侍奉越開揚咧，佢仲成為世界浸聯會嘅會長，係班西人嘅。即係從佢即係嚟香港覺得又冇工做啊，老婆有病啊，即係有憂鬱，咁啊佢喺
1950年講憂鬱，幾年開始世界會長啊？1975年就做會長。佢梗係講你憂鬱25年，侍奉25年就做會長。如果你去呢個維基講 Baptist World Alliance， 佢個網頁就 list 個 president David Wong from 咩啊 ？Hong Kong 就係呢個就係世界會長。其實再追古啲就係佢爸爸本來係死嘅，後來有一個姊妹為祈禱，佢爸爸又唔死，後來成為廣州嘅培正嗰啲 system 嘅一啲元老級。所以喺家族裏邊其實都經歷神，即係上一代經歷神，佢有經歷神等等故事。最後死嘅時候98歲，佢當時擔心太太會死，大概107歲，同人講想死都未必死嘅。既然想死都未必死，就快一齊侍奉啦咁。即係玩憂鬱係嘥時間嘅啫。等陣我會呼召大家企出嚟，如果能夠答3句嘢就係求神喐我，求神讓我突破，求神讓我奉獻。夠膽答3句就行出嚟。佢後來太太都係教書等等都係城鎮另一個出名嘅執事。即係歷代啲人都係上一代其實都有戰亂啊、憂鬱啊、難民啊，有乜奇怪啫？如果你諗翻，如果係你呢2、3代父母係香港嘅，你估父母嗰代窮過你定係而家你窮過佢？好多都父母窮我哋，你知啊？所以基督徒要記得咧，基督徒好多寶貴嘅書信都係監獄書信等等嘅，即係聖經冇應許天色常藍。神應許我哋背上十字架跟從佢，但係神應許無論順與逆，佢一生對我哋不離不棄。一個夠膽喺風浪日子獻身當作活祭，成為聖潔，你覺得神會用佢啊？神會願意讓佢經歷新嘅神蹟啊？真係突破！我低頭靜一靜。天父，你藉住今日嘅經文如雲彩見證提醒我哋，即係好多嘅人都經歷文革啊、戰亂啊、動盪，但當佢哋嘅決心先求你嘅國和你嘅義嘅時候，可能本來佢以為就係人生結束，有咗漫長嘅蒙你所使用嘅人生，佢被你所喐動，你帶領佢突破，被你所改變。佢係蒙召成為你嘅僕人，無論係作傳道嘅、作信徒領袖嘅，佢都有蒙厚恩嘅人生。今日我奉神嘅呼召，如果代在嘅弟兄姊妹，無論係樓上嘅樓下嘅，願意係神大大喐動你，願意你生命有突破，或者你曾經決志過奉獻俾神，但係今日你想再一次決志，經歷神嘅突破，或者係未曾決志過奉獻俾神，我願你走到台前，我哋一齊站立，我哋所有人成為一個活祭，喺一個憂鬱嘅時代，神啊，我要被你所用，我哋希望世界有光明，黑暗裏面讓人見到你，讓人更多人認識耶穌，得着耶穌嘅改變。我哋未必可以改變香港，我哋可以喺沙田裏邊成為你嘅亮燈台，成為你一盞嘅明燈。你係超愛世人、超愛小人物嘅神，求你用我。如果有願意求神用你嘅人，今日站面前，喺眾人面前見證你嘅立願。主啊，我要奉獻被你所用，求你讓我突破，讓我成為你嘅僕人。有冇咁嘅弟兄姊妹？有我哋站到面前，台面前，我為你祈禱。我請即係詩歌頭先唱嗰首新嘅版本，即係我已經決定，我哋喺座位唱一次好嘛？請頭先領詩嘅唱呢首歌，1、2、3。大家要聽嘅時候，如果有感動嘅，嚟到台前。神啊，求你用我，無論作為信徒領袖，作為傳道人，我生命擺上俾你所用。我祈求大嘅突破。好，俾音樂去啦。
心跟你，哪怕被破碎，也謙卑跟你，來藏在愛裏，要專一跟你，決心撇下往昔的我。如果有決心嘅弟兄姊妹，離開座位走出嚟，被神所用。我忠心跟你，哪怕被破碎，也謙卑跟你，來藏在愛裏。我拍手鼓勵我哋，要專一跟你，決心撇下往昔的我。世界在背後，十架在面前，我已經決定靠我主過每天，在窄的窄路，與我一起走過沉重十架，我不再害怕。有感動嘅走出嚟，我哋再唱一次。忘掉過去，我忠心跟你，哪怕被破碎，也謙卑跟你，來藏在愛裏，要專一跟你，永不退避，決心跟你。再一次，最後機會出嚟。來忘掉過去，我忠心跟你，哪怕被破碎，也謙卑跟你，來藏在愛裏，要專一跟你，永不退避，決心跟你。好，我哋想特別為你祈禱，但我想咧喺座位嘅喺後邊嘅，如果你係牧者有崗位嘅，或者你勇敢，即係仲有弟兄，你想搭喺你膊頭為你祈禱，你係走出嚟為你祈禱。希望每一個站出嚟嘅人咧，都有另一個嘅同工，另一個弟兄搭喺膊頭為你祈禱，求神使用佢。我哋一個團隊，我哋所有人要成為一個活祭，唔係單打獨鬥嘅。我哋真係成批人喺呢個好憂鬱嘅時代，但係我哋決志唔係躺平嘅，我哋決志係要發光嘅，我哋決志一齊奮鬥嘅，決志突破嘅，被神所用。我哋希望每一個人都有旁邊一個人為佢祈禱，我哋同心，我先做祈禱，然後大家為佢祈禱。天父，我哋獻上感謝，因為竟然有弟兄姊妹喺艱難日子裏邊，喺唔同嘅光景裏邊，再一次願意將自己生命為你所用，係希望你喐佢嘅生命，希望你陶造生命，所以讓佢哋有突破，讓佢哋被你所用，將生命呈獻俾你。無論佢哋係咩光景，係將來係成為一個侍奉者，甚至一個傳道人，能夠蒙恩立志係一個恩典。求主保守你每一個喺在座裏邊心裏被感動嘅，一樣我哋心裏説：主啊，我在這裏，請差遣我。我一齊領受神嘅祝福，並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天父上帝嘅權柄與大能，與眾人同在，特別與立志嘅弟兄姊妹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我哋同佢握下手啊嘛！稍後呢個時間咧，我哋會有奉獻嘅環節嚇。我哋嘅培靈會係喺當中都係籌備咗好耐，好多謝咧各講員嘅時間配合。倘若你自己感動去支持我哋呢個嘅聚會嘅，你只係按你自己嘅心去奉獻就可以啦。又或者你心裏邊對剛才嘅信息係仲有好多嘅立志或者好多嘅回應，你好想用禱告去
向着主去傾心吐意嘅，我都邀請你可以喺呢段奉獻嘅環節，你可以按你嘅心，你可以參與奉獻，又或者喺奉獻嘅時段就向主禱告。我邀請司事喺當中協助我哋去收取奉獻。我哋有一個結束嘅禱告，呢個結束禱告係由你去向上帝所表達。因此我邀請你啊，我哋有半分鐘嘅時候，你就將喺剛才呢2個鐘、個半鐘嘅時間嘅體會同埋所嘅領受，你心裏邊對主嘅立志、對主嘅回應係啲乜嘢呢？仍然喺你離開呢個嘅場地之先，我就邀請你啊，就將你嘅心意向主用禱告向佢表明。半分鐘後，我帶領大家做個結束禱告。我哋一齊禱告。所以今日我哋透過你嘅話，從保羅喺你裏邊所領受嘅啟示，到我哋睇到我哋嘅浸信會嘅歷史裏邊，主你不斷興起唔同嘅人喺最艱難嘅日子同環境當中，點樣去經歷你自己，點樣去回應呢個世代。所以呢個嘅回應唔係我哋有啲咩能力，而係只係我哋有機會去經歷你俾我哋嘅能力一個嘅呼召。剛才我哋有弟兄姊妹行出嚟，佢向主你立志，向你主你面前度作一個決定。主啊，就求主你將呢份今日嘅所有嘅立志化成行動，讓我哋嚟緊好好嘅安排，準備自己去接受上帝嘅裝備，去接受上帝去引領佢哋去到主你喺佢哋身上嘅即係日後嘅方向。我哋多謝你今日賜恩俾我哋在座每一個，尤其是喺出席嘅每一個弟兄姊妹，我哋嘅心都被你喐動。我哋呢份喐動，願意將呢份喐動延展到喺我哋嘅生活嘅當中，讓我哋經歷主你嘅能力，經歷主你嘅呼召。我哋期待經歷你。祈禱奉耶穌基督名，阿門。